身体好些了吗？已经好多了，谢谢皇上关心。那今天晚上就由你来侍寝吧。臣妾遵旨。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，现在总算明白了。哇，好好看的衣服啊，给我的吗？不是给你的，拿过来，听话。这件衣服啊，是给你雪姐姐的。雪姐姐，1年前她不是跟六师傅出谷去山西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吗？对呀，她执行的任务啊，就是要打扮得美美的。所以这个是给他做的。执行什么任务可以打扮得美美的呀？我也想执行这样的任务。你呀，什么都学不好，18般武艺样样不到家，哪像你雪姐姐啊，又刻苦又听话，派她出去啊，我们放心。再说了，你跟那舒小姐长得也不像啊。舒小姐？什么舒小姐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这是机密，就不要问了啊。知道了。哇！这么多银子啊！四师傅，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咱们明珠谷的财神爷呢，一回来带这么多银子。哎呀，我哪里是财神爷呀？我只不过是个管账的。这些钱呢，是咱们联盟的成员辛辛苦苦挣来的。可是四师傅，咱们既然不缺钱，为什么还要省吃俭用啊？你个小鬼头啊！你瞧瞧你朱哥哥啊，他还是太子呢，平日里不也是照样带头省吃俭用吗？啊？对啊。我知道他很节俭，可这些钱够我们花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那么节俭啊？哎，咱们要光复大明，光靠谷里这几个人远远不够，我们还要招兵买马，那是一大笔巨款，钱要用到刀刃上，平日里的开销啊，自然要能省则省。哇，四师傅，这金镯子好好看啊，是给我的吗？哎，别，你给我，啊，听话。我跟你说啊，本来你是我们未来的太子妃，这谷里的好东西啊，要优先你和太子用。但是呢，你雪姐姐啊，要出外执行特殊的任务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特意买给她的啊。我就知道，这好任务从来不会派给我，就是你们偏心的。哎，你受得了你五师傅在你脸上动刀吗？啊，把你现在这个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除了各项武艺，还要练习琴棋书画、歌舞弹唱，你受得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在雪姐姐脸上动刀子，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？明天等你雪姐姐回来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？哎，小师妹，你喜欢这个金镯子是不是？我答应你，等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一定送你一个比它还要漂亮的给你。算了吧，金镯子太贵了，咱们1个月才半吊钱，哪买得起啊？你放心吧，我既然答应你了，就一定说到做到。哎，看一下嘛。好，看。大师傅，我回来了。雪姐姐，你怎么跟去年走的时候不太一样了？小师妹，我在外执行了1年的秘密任务，就是要努力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当时还嫉妒雪姐姐呢，我还觉得雪姐姐每天可以穿那么多好看的衣服，戴那么多好看的首饰，
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可没有想到，他原来这么不容易。何止是他，我们每个人，又有谁容易了？环妹，你那3次侍寝，也是这样，被抬到康熙寝宫的吧？哎呀，那事儿都过去了，也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就别再提了。看到康熙照倾城侍寝，你的心里是不是滋味？那当然了。不过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吃醋，就是觉得雪姐姐心里的人明明是你，但是现在却要……你别说了，在这紫禁城的日子，对我来说是一次最大的考验。我不仅要忍辱负重，跪拜我的仇人和对手，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亵渎你和倾城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他那双抱过你的手砍下来，让他以奴才的身份跪在我面前。六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六师傅放心，今夜太医院就我一个人值守。逼到寝殿，他独自在外殿见了索额图。索额图最近一直在负责鳌拜的案子，深夜进宫见康熙，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发现。可他们君臣2人在外殿商议的声音特别小，我运起全身内力，凝神细听，才隐约听个大概。原来，鳌拜这些年一直在暗中经营情报网络，他在吴三桂等外姓藩王以及反清联盟当中都埋伏了奸细，其中就包括咱们明珠谷。早该想到的。倾听这些权贵也不是吃素的，我们在向他们内部渗透的同时，他们也会在我们内部埋下棋子。义父赶回明珠谷清查内奸去了，可是明珠谷上下住着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签名遗老，要想查出内奸是谁，恐非短时间内可为。还有，鳌拜为了保命，说什么也不肯把这个情报网络交出来，反而在今夜提出了谈判条件。要求康熙赦免他以前犯下的罪过，放他回府，继续由他执掌这个情报网络，并且直接由康熙负责。索额图觉得此事事关重大，所以才会连夜进宫向康熙禀报。康熙什么态度？康熙忍了鳌拜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才险中求胜，岂肯再受挟制？所以他对鳌拜的嚣张很是震怒。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随后就命太监把我送回永和宫。但当我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康熙和索额图一起走了，估计是去天牢见鳌拜了。罪臣鳌拜叩见皇上。鳌拜，自朕亲政以来，你可是第一次向朕行跪拜之礼。罪臣以往对皇上不敬，罪臣罪该万死。这么说，你是想明白了？
皇上，罪臣是三朝元老，罪臣不愿意看到大清亡国，不愿意看到八旗子弟再退回到山海关外去。鳌拜，你个大胆奴才，竟敢用这么恶毒的语言咒骂大清！难道没有你鳌拜，皇上带着文武百官就守不住大清江山吗？没错。哼，皇上，您瞧见了吧？鳌拜这奴才还是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。鳌拜，朕看你还是继续待在这天牢里，慢慢想明白了再说吧。皇上若是连罪臣这样的三朝老臣都不肯放过的话，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那些降将们，他们心里能踏实吗？这江山虽然表面上兴了爱新觉罗，其实这举国上下到底还藏着多少前明的余孽？皇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棋得一步一步下。等朕收拾了你，朕自然会把那些威胁大清的敌人一个一个揪出来，然后清除掉。不，皇上，虽然罪臣威胁到了大清的皇权，可罪臣绝不是大清的敌人。正是因为罪臣不忍心看到大清亡国，罪臣冷静下来以后，这才肯放下与皇上的私怨，愿与皇上共同去对付大清真正的敌人。皇上，你既然已经烧了罪臣与朝中大臣们来往的密信，足见皇上你的度量和谋略。那皇上为何就不能再大度一些，恕了罪臣呢？万一康熙和鳌拜谈判成功，对咱们整个联盟